台中有民众坐公车，因为前后2个站名真相像，所以无唔对去，无细字提早起要落车的铃甲路卡，结果司机就甲大声骂、大声吵，互人翕起来投诉。客运业者嘛证实，这个司机情绪失控，会过来甲处分。交通局是讲，会甲列入去公车的评鉴扣分，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补助款。 耍人家，坐车不懂规矩是不是啊？先生，我跟你说，我下一站才要下车。啊，你下一站你在这站刷卡，刷什么卡、啊？公车司机大声对乘客乌量，一名乘客23号下晡2点左右坐中路客运611公车，为台中高铁站上车。 原定伫咧捷运丰乐公园站落车，却因为无熟路线提早入卡，单身司机随后情绪失控，而且骂垃圾话，呛声无爱开车报警，过程拢去互乘客翕落来。其他民众认为司机反应过度，可能是压力伤过大所造成。我觉得脏话的部分有点过度了，但是他说他自己不干，可能是情绪比较累的时候才会这样说。下一站丰乐公园，丰乐公园。 611公车站点安排上，捷运丰乐公园站的前一站名叫丰乐公园，站名是真相城，乘客因此误判。公车业者表示，乘客落唔到站的状况真肃常，告知1年半的单身司机不应该有情绪反应，后续会约谈处分。这个驾驶的情绪上反应，造成他这个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的时候感受到不好的情况，那我们这边也在跟这位民众说声道歉，这样子。那至于司机的部分，我们会对调为。 公司约谈之后也会做一些惩处啦。去年9月，台中市逢甲商圈曾经发生新零件斑马线，公车无让，也搁用放送头来骂垃圾话，司机情绪失控的状况不时看到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这拢属于评鉴当中服务品质的项目，查证事实会看状况来扣分。评鉴的项目里面，其实就有一项是关于服务品质啦，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就会来评估来做予扣分，这样会影响到下1年度的补助款。公这处强调，公车司机是不是安排心理评估课程，属于业者营运的范围之内，未硬性规定。但是若评鉴的分数伤过低，就会影响到后1年度的补助款。记者台中报道。